咱来看刑事局伫去年9月查到一间跋筊集团的机房，佮继续追查，发现一对30岁少年翁仔某，因专门利用虚拟货币去跋筊业者来洗钱。警方伫今年3月到5月陆续抓到10个嫌犯，对去年3月到今年3月洗钱的金额有16亿元。警方去设立主嫌引导，甲因某拢抓起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赌博啦。警方发现主嫌徛过柜仔内底拢是高级名牌，甚至一个卡网就买800万块，这寡拢是用不法所得买的，全部互警方查扣。警方查出设立主嫌翁仔某涉嫌经营洗钱水房，协助过来的跋筊业者洗钱。警方统计，自去年3月到今年3月，规年不法洗钱的金额就超过16亿。配合博弈机房这边来从事洗钱。那赌客这边将钱汇入，那获取这些水钱之后，李姓主嫌呢，再透过那个币商或者个人币商的部分，来转换成泰达币。警方表示，这个案件是伫2020年9月查到一个跋筊机房，对遐查出姓李翁仔某嘛有涉案，两个人目前还在缓刑期间，因线继续犯案，甲跋筊业者合作，甲外国来的金流换做虚拟货币，要暗砍不法金流。泰达币的部分，因为它的特性是比较不会就是浮动比较不会大，比较稳定。那这些不法集团常常利用这个泰达币的部分来作为一个洗钱的一个工具。警方今年3月到5月陆续带回包括设立翁仔某等10人到案，设立的主嫌因为涉嫌重大，互法院判羁押。主嫌的牵手是200万交保，专案照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条例甲跋筊罪等罪嫌上班。记者综合报道。